從事地區工作嘅黃曉勤最近研究緊公屋租上租個案。佢之前喺網上平台出帖，好快就收到有人揾上門，話有藍田一人公屋單位放租，月租係4500蚊。呢一晚佢約咗對方睇樓，不過喺港鐵站等咗個幾鐘，對方都係冇出現，亦都冇再覆過訊息。我覺得佢唔會出，好明顯，一係縮沙，一係就揾到第二個租戶，或者一係就本身佢自己都調翻轉頭，可能監視覺得唔對路，係。呢次已經唔係佢第一次被甩底，之前亦都有人聯絡佢，話可以出租大埔一條未入伙屋村嘅全新公屋。對方甚至連鎖匙都未拎，就話要帶黃曉勤參觀村內嘅環境。不過最終都係冇出現。政府加強監管嗰下，可能會下調。咁就算可能政府冷靜啦，靜咗落嚟啦，大家覺得安全啦，咁開始做翻咧，會有上升嘅跡象。但係永遠都係會有呢個問題存在嘅。以往幾屆政府都強調要打擊濫用公屋，房署04年就成立特遣調查隊，2012-13年度推出特別家訪行動。2015-16年度就有打擊濫用公屋大行動，2019-20年度輪到珍惜公屋大行動，行動一個接一個，不過似乎都未能夠杜絕問題。黃曉勤話：歸根究底係而家住戶被發現濫用公屋，大部分都只會被停止租約，罰則根本唔夠。懲罰嗰個機制唔係就咁可能解約啊等等咯，因為呢啲涉及到欺詐啊等等嘅成分，係咪會唔會有更多嘅法律嘅懲罰嘅考慮機制或者考慮因素？其實你要保持住咁做咧，咁先至會有一個阻嚇性嘅作用咯。根據房屋條例，如果住戶喺申報嘅時候作出虛假陳述，最高可以被罰5萬蚊同監禁半年。房署回覆話，2018-23年5個年度有659個公屋租戶因為作出虛假陳述、忽略提供資料而被定罪，平均罰大概8000幾去到11000幾蚊，而包括緩刑在內，只有10宗被判監。而家通常你違規最嚴重就趕你走啊，但實際上咧呢個本身亦都係一個犯罪嘅行為嚟嘅，即係警方可以配合房署咧，就係再進一步去控告呢啲人。咁就如果係